新藍圖、新征程、新機遇、新作為，濠江之畔蓮花綻放。2026至2030，澳門3-5規劃揚帆起航，緊密對接國家15-5規劃，錨定1+4多元產業新格局，以4大工程項目為關鍵揸手，高質量建設橫琴合作區，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，邁出堅實步伐，維護國家安全，提升治理效能，優化民生福祉，加快都市更新，建設美麗智慧澳門。背靠祖國，聯通世界，更好融入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。蓮花寶地，掌上明珠，澳門正以對接國家戰略嘅宏大格局，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嘅偉大征程中，書寫屬於新時代嘅嶄新篇章。